坪洲下北村呢度，我哋揾到咗90歲高齡嘅國父。30幾年前，國老退休之後就一直隱居喺呢度，但係街坊街里都唔知道呢個平日笑容可掬嘅老人家，原來就係一代宗師葉問嘅大徒弟。隱居多年嘅國老家陣已經好少就冇啦，只會偶然間指點下徒弟，但見到記者一場嚟到，佢都係露翻咗一手。如果打你啊，咁啊有死啊，俾我打下就。咁我過嚟㗎啦喎。呢隻狗哇好痛！冇睇國老90高齡，當年佢同葉問大師一樣，都係身經百戰過嚟㗎。我未失手喎，但係我又未打傷我人，點到即止嘛，使到佢自己認為係你好，咁啊算咗。1940年，20歲出頭嘅國父因為機緣巧合拜咗葉問為師。當年葉大師喺佛山收咗7個弟子，而國老係最尾入門㗎。我係7個。你排第幾啊？我係第尾。點解叫你大徒弟嘅？基佬啊嘛。由於國老讀過卜卜齋，有啲文化，再加上頭腦靈活，所以佢學嘢比較快。雖然入門最遲，但幾年之後，佢嘅武藝就已經超越咗包括李小龍、伍燦在內全部師兄弟。公廟嗰個葉問傳喺度啊，我係跟葉問第一個噶嘛，我先至到準同阿正噶嘛。國父嘅仔郭偉湛深得父親真傳，練得一身好武藝，而家已經喺佛山市武術協會嘅副會長啦。僅僅廣佛兩地，佢嘅弟子就已經有過1000人。我一過咗你一出咧，佢隻手就過，一拉住就上，一斷咗之後，做咁就做啊。相對於老一輩武術家嚴選徒弟嘅理念，郭偉湛認為應該降低入門嘅標準，因為普及對詠春拳嘅傳承更加有利。我淨係扎馬都踎低唔起得身嘅，學嘅時間係比以前短咗，家庭就要一個和諧社會，第二咧全民健身，使社會認識個傳統嘅詠春拳。不過無論時代點樣變化，習武最注重嘅係德行，呢個係武術界最堅持嘅共識。嗰日唔係周時我同佢無冤無仇，打傷佢做乜啫？將自己所學到嘅東西去將佢教翻出嚟嘅，第二整理下佢，使以後啲人更加容易去領會，呢個就係我哋目標，使佢傳承咗落去。